伯樂旅遊米蘭仔帶你遊肯尼亞動物大遷徙10日震撼之旅。你有冇想象過踏上一片原始嘅土地，親眼見證地球上最壯觀嘅生命奇蹟？今次我哋帶你深入非洲之心肯尼亞。米蘭仔14週年誠意呈獻全面升級，我哋全程坐開篷越野4驅車，穿越草原，闖入叢林，直踩4大保護區，同野生動物幾乎面貼面，感受最真實嘅野性氣息。喺安博塞利追蹤龐大象群，背景就係終年積雪嘅克力馬扎羅雪山，打卡影相。之後呢，我哋會駐足3晚馬賽馬拉，追蹤非洲5霸，同埋見證全世界最震撼嘅天河之島。100萬動物環渡馬拉河，場面真係震撼到爆嘅。再去納富魯湖，踏上成片粉紅火烈鳥織成嘅夢幻地氈，彷彿行入童話世界。喺內亞夏，我哋坐船漫遊湖上，再徒步私人保護區，水陸兩路近距離接觸長頸鹿、斑馬，感受人與自然嘅和諧共存。全程有中文專業導遊加香港領隊陪同，溝通冇難度，講解夠貼心。入住豪華特色營地同5星酒店，由追蹤動物到夜觀星河，每日都係全新感動。米蘭仔出品，信心保證，10人即成團，零購物零自費，純玩到底唔使煩。旺季所有費用包到足，稅項、燃油附加費、服務費、簽證費全部包晒，真正全包，絕無隱形收費。每年7到9月，每團名額極少，手慢真係冇。呢個係我哋14週年第一炮，1年1次大遷徙，一世一次咁抵嘅價，即刻行動！米蘭仔同你出發，見識真正嘅野性世界。